黃仁勳今年1月嗰番話好似仲喺耳邊回，佢認為未來15年內有實際用途嘅量子計算機都唔太可能進入市場，仲話20年實現實用化都算係相對樂觀預估。嗰番話一講出口，量子計算股票簡直坐咗過山車，直接大跌。可邊個會諗到風水輪流轉？喺輝達年度 GTC 大會嘅量子日活動上，黃仁勳竟然公開承認自己講錯咗，仲好幽默咁話呢係歷史上首次公司 CEO 請大家嚟解釋自己點解講錯。喺週4嘅開場發言中，黃仁勳將未盈利嘅量子公司同早期嘅輝達相比，點都好，輝達都係花咗20幾年先將軟硬件業務搞起身。佢仲對自己嘅言論能夠影響市場表示好驚訝，甚至開玩笑話都唔知有啲量子計算公司係上市嘅。唔單止咁，輝達仲有大動作，黃仁勳宣布將會喺波士頓開設一個量子計算研究實驗室，同哈佛大學、麻省理工學院嘅科學家合作。呢個輝達加速量子研究中心今年晚些時候就會投入運營，仲會同 Quantinuum 等多間量子公司合作。喺活動現場，量子公司嘅高管們都紛紛發言。Inflection 嘅 CEO 馬特金塞拉表示，佢哋已經能夠提供更好嘅計算時鐘。Quantinuum 公司高管稱，就算量子機器喺某些任務上超越輝達 GPU， 例如研究原子相互作用，都唔會取代傳統計算機。IonQ 嘅 CEO 仲話，佢哋用輝達 GPU 設計芯片，未來經典系統同量子計算機將會並行運行。呢一場科技同財經交織嘅大戲，後續又會點發展呢？我哋拭目以待。